找安眠指点，要找求上帝，所以上帝互伊开始，将王位交予亚瑟囝大卫。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7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18篇，诗篇第18篇第1节到第6节，43节到50节，历代志下上卷10章第1节到14节，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医治。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交战，有输也有赢。大卫的军队赢了非利士人，但扫罗的军队却是溃败。战败国连自己的国王都丧失了生命，全国一定都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之下。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一段期间，大卫已经不跟扫罗同国了。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下卷第1章的记载，我们却看到了大卫仍然为扫罗王以及他的儿子约拿单的死而伤心难过。历代志上卷10章第1节到14节也记载了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战争，扫罗王与3个儿子约拿单、亚比拿达以及麦基舒亚的死。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打仗，很多以色列人被杀，剩下的人包括扫罗和他的儿子们都逃跑了。但非利士人追上扫罗和他的儿子们，杀了约拿单、亚比拿达和麦基舒亚。扫罗周围的战斗越来越猛烈，他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受了重伤。他对他拿着兵器的侍卫说：“拔出你的刀，把我刺死吧，免得我受那些未受割礼、目中无神的非利士人凌辱。”但是侍卫非常的害怕，不敢下手。于是扫罗拔出自己的刀来，伏在刀上，自己自刺而死。那侍卫一看见扫罗死了，也伏在自己的刀上自杀。这样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都死了，他的王朝也结束了。耶斯列谷的以色列人听说以色列军队逃跑了，而扫罗和他的儿子们也都阵亡了，就弃械而逃。于是非利士人占领了他们的城邑。战后第2天，非利士人去剥那被杀的人的战衣，发现扫罗和他3个儿子的尸体躺在基利波山，就剥掉扫罗的战衣，割下他的头，解下他的武器。他们派人到非利士各地去，向他们的偶像和人民报告好消息。他们把扫罗的武器放在他们的一座神庙中，把他的头挂在他们的大衮神庙里。基列境内亚比城的居民一听到非利士人对扫罗所做的事，当地所有的勇士就出发去夺回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把他们带到亚比，把他们的尸体葬在那里的一棵橡树下，并且禁食7天。扫罗死了，因为他对上主不忠，没有听从上主的命令。他求问死人的灵，而不求问上主，因此上主击杀他，把王位给了耶西的儿子大卫。
心里伤心难过的人，生病被鬼附身的人，都需要救恩，盼望能够得到医治。但是有人无法得到医治，有几个原因：因为有人不接受，或者得不到适当的帮助以及医治。虽然门徒曾经受差遣去传福音、医病赶鬼，但是遇到一位被邪灵附身的小孩子，却束手无策。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记载了这一段耶稣基督从变貌山下来之后所发生的故事。他们回到了其他门徒那里的时候，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有些经学教师正在跟他们辩论。群众一看见耶稣就非常的诧异，大家跑去迎接他。耶稣问门徒说：“你们在跟他们辩论些什么事？”人群当中有一人说：“老师啊，我带着我的儿子来看你，因为他有哑巴鬼的附身，不能说话。每当鬼袭击他，他就把他摔倒在地上，使他口吐白沫，咬紧牙关，浑身僵硬。我请求你们的门徒赶走这鬼，可是他们无能为力。”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这时代的人啊，是多没有信心啊！我还得住在你们当中多久呢？还要忍受你们多久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他们就把他带来，那鬼一看见耶稣，立刻就使孩子剧烈的抽风，倒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耶稣问他的父亲，他害这病有多久了？他回答：从小就有了。鬼多次想要杀灭他，把他扔进火里，推进水里。但是你若能做什么事，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说：是的，你若能。有信心的人呢，什么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大喊说：我信，但是我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们。耶稣看见群众围拢上来，就严厉地命令那污灵：你这聋哑鬼，我命令你从这孩子的身上出来，不准你再进去。那鬼大大的叫了一声，使孩子猛烈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人一样，大家都说他已经死了。但是耶稣拉着他的手，帮他起来，他就站起来。耶稣一进到屋子里面，门徒们就暗地的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鬼赶出去？耶稣说：只有祷告，靠祷告才能赶走这种鬼，此外没有别的方法。耶稣基督只有说靠着祷告才能赶走这种鬼。更精确的了解应该是说，要跟上帝有正确而亲密的关系。前2个礼拜，牧师人在美国三峡教会的讲坛安排由长老来分享，李丰谋长老以祷告、读经与兄姐分享，也就是要提醒基督徒要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有正确的关系，这样才能够靠主得胜。就如同大卫王一样，也如同那个得到医治的小朋友一样。诗篇18篇第1节到16节，43节到50节。上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我多么敬爱你。上主，你是保护我的山海和堡垒。
我是上帝，我的上帝是遮蔽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力量，是保护我的要塞。我向该受称颂的上主呼求，他就救我脱离仇敌。死亡的绞索环绕着我，毁灭的激流冲击着我，阴间的绞索缠绕着我，坟墓的网罗等待着我。在困苦中，我呼求上帝，我呼求上帝的帮助。他从圣殿听见了我的声音，我求救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你从背叛的人民当中救了我，立我做列国的元首。外族人民也都归顺我，他们一听见就服从我，异族人就屈服在我面前。他们上尽了勇气，恐惧站立，走出他们的营垒。上主永远活着，要称赞我的保护者。上帝是我的拯救者，我要宣扬他的伟大。他使我胜过仇敌，他使各族都降服我，且救我脱离了仇敌。上主啊，你使我制服了仇敌，你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因此我在列国当中颂扬你，我要歌唱赞美你。上帝使他所立的王屡次得胜，他向所拣选的大卫和他的后裔施慈爱。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以及读经祷告的生活，来与上帝建立亲密而正确的关系，跟随主的脚步，依靠上帝的能力，使人得益处，使我们得帮助，并得医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